Hello，大家好，朱春路。早排大家都知道啦，話 CTM 用1000萬收購咗和記澳門嘅業務。有啲網民都覺得啦，1000萬咁少，唔係啩？結果真係唔係嘅。點解呢？因為和記電訊香港最近公布2025年度嘅業績，提到集團佢哋喺今年1月以總代價1.1億港元出售澳門嘅電訊業務全部權益。結束喺澳門營運超過20年嘅業務。和記香港舊年持續業務嘅收益有54.48億元，按年升17.3%，EBITDA 維持穩定喺15.08億，但受到澳門業務年度虧損4300萬拖累，股東應佔虧損大約2500萬港元。和記電訊主席霍建寧表示，出售虧損嘅澳門業務之後，集團可以更精簡架構營運，集中投資香港業務，有助未來幾年提升香港嗰邊嘅盈利能力。冇辦法啦好似以前數碼通咁樣啦，和記澳門佔嘅市場份額唔高，形成唔到一定嘅規模所以蝕錢都唔出奇，唯有退出市場啦。而家市場上表面上仍然繼續有3間流動電訊營運商喺度營運，實質得2間公司，一間 CTM 一間中國電信。所以有啲網民就擔心競爭越嚟越少，第日啲電話費上網費會唔會越嚟越難下降呢？如果你唔知或者你知呢，澳門啲上網費電話費相比香港貴好多嘅。好，呢一集就睇到先，想支持我嘅訂閱，我哋下集見。